大家好，歡迎到 Busme Channel。早兩集我哋曾經同大家去返90年代，睇過由必達巴士或者一啲香港巴士迷會曾經想收藏過嘅退役巴士。雖然大部分最後都係以呢個拆毀收場，未能夠成功保育。但係其實香港嘅巴士公司、巴士迷會、古董巴士組織同埋唔少有心嘅巴士迷，都努力咁樣為香港嘅巴士歷史留下啲回憶。今集我就同大家分享下由1940年代去到80年代出牌九巴所保育嘅古典巴士。睇片之前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撳埋個鐘掣，仲要用 Super Fans 支持我。Riding the bus, my spirit feels so light. Ride on the bus and enjoy the journey of life. See smooth the window shining in the night. Ride on the bus and enjoy the journey of life. 講到巴士保育，作為香港而家目前最悠久嘅專利巴士公司，九巴早於80年代已經開始有保育巴士。佢哋隨後經常出現喺唔同嘅巴士活動，無論係傑出巴士車長，抑或係博物館搞嘅交通展，佢哋經常都有亮相㗎。而家我哋就每一步咁樣介紹佢哋出場。頭嗰3部我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第一部就算唔係巴士迷嘅話，都應該會認識㗎啦。佢係全港第一批嘅雙層巴士。Dana A 車牌係4961，隨住戰後人口急升，香港嘅交通工具需求越嚟越高，所以喺1949年，九巴就引入咗全港第一部嘅雙層巴士，從而提高載客量。今次呢部主角喺1980年退役之後，隨即就俾九巴重新翻新，打造翻去佢啱啱出牌嘅時候嘅外觀，改造翻一個開空嘅車門喺車尾部分。內籠亦都改為呢個木座椅，車身顏色亦都回復翻去當時出牌嘅年代。佢嘅引擎位置充滿古董味，方方正正，配埋黑色嘅散熱網。佢嘅有個別名就叫做烏嘴狗。直到而家，佢仍然行得走得，全靠九巴同埋師傅不停咁樣維修保育，令到呢部70幾年嘅巴士依然健健康康咁樣出席每一個嘅唔同活動。可以話係九巴車隊裏面嘅王牌。第二部 AEC 大水牛，佢嘅車牌係 AD4807，編號係 A19。佢喺1963年投入服務。叫得做大水牛，就知道佢嘅載客量一定係非常之高啦。佢全長34尺，加埋佢呢個半自動嘅波箱，令到駕駛更加舒適。喺1963年至到1966年期間，九巴引入咗超過200部，成為咗當年繁忙路線嘅主力，例如路線 1A、5號、6號、9號等等。而為咗配合以錢箱取替售票員嘅呢個一人控制嘅模式，喺70年代至到80年代，大水牛嘅車身需要重建，主要就將巴士嘅樓梯由車尾移到車廂中間，而下層車門位置亦都作出大幅嘅改動，方便上落。而九巴保育嘅呢一部大水牛，仍然保留住佢退役時候嘅車身結構，但九巴就將佢重新噴翻去啱啱出牌時候嘅經典紅色車身。同樣地，呢部車都成為過大大小小唔同活動嘅主角。喺上年更加去到彩虹嘅巴士車站，近距離咁同市民接觸。第三部納入去九巴嘅保育車隊嘅，就係一部單層巴士。佢係亞比安利嘅維京，車牌係 BM248，車隊編號 L308。佢喺70年代中期出牌，喺未有高速公路，主要靠山路窄路貫穿嘅新界，呢啲單層巴士絕對就係新界人嘅命脈。佢哋穿梭於元朗、大埔、上水等等。雖然佢嘅載客量唔係好高，但係對好多老一輩嘅朋友嚟講，佢嘅前置引擎嘅熱力、超大嘅引擎聲，仲有木造嘅地板，
都係當年新界人嘅共同回憶，就代表咗九巴響新界偏遠地區服務嘅開拓精神。喺一個個新市鎮發展之前，扮演住一個非常重要嘅角色。講到長度，同樣都超過34尺長，九巴仲保留咗呢部丹拿伊，車牌 AD7336，車隊編號 D430。呢部車喺90年退役之後，九巴賦予咗佢一個新嘅生命，佢成為咗一部巴士博士。巴士博士其實咧就係一部巴士，擁有住兩部迷你嘅聰明巴士。每逢有一啲特別嘅巴士活動，需要聰明巴士出動嘅時候，佢都會成為咗佢哋嘅運輸車。去到2012年，九巴決定將佢還原翻去服役載客時候嘅模樣，正式加入呢個嘅保育巴士車隊行列。當中包括咗要重置佢嘅成個車身內籠，加翻上層嘅地台，下層車尾部件重置，工程浩大。呢部車一度咧就曾經喺呢個嘅海洋公園展出過，出席每一個嘅唔同活動，更加成為咗呢個嘅巴士巡遊嘅其中一份子，健健康康喺街上邊行走，吸引大量市民沿途影相留念。跟住呢一部，佢嘅保育命運就充滿住波折。佢喺1954年出牌，講緊嘅係另一部丹拿 A， 車牌4212，編號係 D11。佢喺退役之後，曾經成為過九巴訓練學校嘅辦公室，之後就俾必達巴士收購咗。喺1993年，位於維園舉辦嘅大型巴士活動巴士城，佢同埋其他舊巴士一齊亮相。呢部車已經重新咁樣咧裝翻晒座位，翻遊翻去上米下紅嘅九巴式，成為咗當年其中一個矚目嘅展品。不過幾年後，必達巴士結束，呢部車咧就輾轉落入咗去新巴手上。記得新巴成立初期，新巴嘅高層亦都表達咗佢哋成立巴士博物館嘅宏願。而咁啱必達巴士嘅結束，佢哋就向必達巴士收購咗呢一部丹拿 A， 並且進行大翻新，重新將呢部車變成一部新巴士一樣。好可惜，最後尾呢個嘅巴士博物館計劃未能夠成功。呢部車就落入咗去巴士模型店店主嘅手上。經過多次嘅易手，佢喺2017年終於都重返九巴嘅懷抱，並且將佢重新翻新。喺近年嘅巴士活動再次見到佢出現，雖然因為欠缺零件，佢暫時未能夠開動，但係佢重新展示翻出嚟，已經夠晒矚目。跟住就到咗80年代嘅代表，載客量驚人嘅三門12位巴士。呢部係1984年出廠，丹尼士巨龍12米 DC1148， 編號係 3N24。呢款車可以話係當年彌敦道同埋紅隧線嘅救星。佢車長12米，3道門，載客量極高。喺當年香港越嚟越講求高效率，呢啲高載客量嘅巴士自然大派用場。呢部車退役之後，做一段好長時間嘅訓練巴士，訓練出無數千禧年代嘅新巴士車長。之後有其他巴士加入呢個訓練車隊，而九巴就將呢部咁有代表性嘅丹尼士巨龍12米重新裝上座位，重塑翻佢當年服役時候嘅模樣，配上為人熟悉嘅熱狗式。講到富有標誌性，呢部車就絕對唔可以缺少啦。早喺80年代初，九巴已經嘗試引入呢個嘅雙層空調巴士，經歷過幾次嘅失敗，終於喺1988年出廠嘅呢一部利蘭 Olympian 11米 DX2437AL1，成為全香港專利巴士裏邊
有一部試驗成功嘅雙層空調巴士，佢擁有同熱狗一樣嘅座位、茶色嘅車窗。同熱狗巴士最大嘅分野，當然就係車尾加裝咗冷氣機，車廂裏邊亦都裝咗冷氣槽。佢嘅出現引證到香港經濟急速發展，生活水平大大提升。喺炎熱嘅夏天，搭上空調巴士，成個人即刻爽晒。而當年嘅冷氣巴士亦都係採用呢個嘅全白色車身，加上紅線嘅設計。佢嘅出現帶領住香港其後全空調化嘅巴士發展，逐步取締咗熱狗巴士嘅年代。除咗呢啲保育咗嘅經典古董巴士之外，九巴其實仲保留咗幾部開頂嘅丹拿伊，佢哋曾經上過唔同嘅廣告，有啲咧就成為過卡通巴士，主要咧就係用喺九巴一啲大型活動同埋宣傳為主。其中一部配上咗巴士仔，配合彌敦道熱點嘅廣告，車牌 AD7315，近年咧再次復出，出現喺九巴嘅宣傳活動上邊，狀態大勇。另外，九巴幾年前亦都接收咗另一部嘅 3N 丹尼士巨龍12米嘅三門巴士，目前咧就尚未收輯噶，唔知將來有冇機會見到佢出席其他嘅宣傳活動啦。回首翻呢一批由40年代去到80年代出牌嘅九巴，你會發現佢哋唔單止係一個歷史標本，而係真真正正咁樣見證住香港街道變遷嘅故事承載者。我哋睇翻，可能你會覺得佢有啲設計非常之原始，設施亦都未必好足夠，但正正反映咗當時香港最實際嘅需要。作為巴士迷，我就覺得好開心，九巴將佢哋保留咗落嚟，透過佢哋可以睇得出香港當時嘅發展，一齊成長變遷。去到90年代嘅時候，故事咧就可以轉向另一個方向，講求嘅係服務、形象、舒適度、技術等等，同科技發展一樣，急速咁樣演變。下一集我哋會睇下90年代之後出牌而被九巴所保育嘅巴士，同埋近年越嚟越積極翻修保育巴士嘅城巴，睇下佢點樣透過呢啲保育嘅巴士，講出城巴自己嘅故事。下一集我哋繼續欣賞下佢哋嘅努力同埋成果。下集再見，拜拜。